个越南制造的工装呢，让我非常震惊。工作服除了美国工装、日本工装、韩国工装，其他国家的工装呢，基本上都不值得一提。但是这个衣服啊，这个衣服是越南制造的，来看一看，越南制造让我非常的震惊。什么时候越南也有这么好的这个车缝工艺？你看，就不说别的啊，这个工作服，这个你看这个打风点，这个门襟，这在国内几乎没有工厂能达到这个标准。就是我们国内的制造企业穿的工装都没有这么好的。你看这个细节里面，口袋里面是特有的啊，日式防疫面料布料，打开看一看啊，这个挂面是全包的，里边用的是针织布，就看这个平整度，不要看别的。你看，看这个平整度，我们中国的企业哪里有这么好？绝对不可能有。即係多啲行下嚟啦，公嚟行去。